来看嘉义市的天用里有一位学生呢，利用嘉义市社会设计行动计划，整理社区的产业甲商品文化基地，举办一场社区的文化展览。希望透过这展览呢，那增加到这少年辈甲时代合作，也互更较侪人知影在地时代伫文化甲技术方面，因的价值也有贡献。纪录片紹介到嘉義尪仔藝術的歷史，邊啊，閣有在地產業的記錄。嘉義市的朝陽里內舉辦一場叫我老牌的商民文化成果展，希望互民眾會當知影嘉義市南門遮附近的文化甲產業。朝陽里遮是屬於古南門城車門外口一個小聚落，因為這個小聚落內底有足儕工藝歷史，用影片的方式，用文章的方式，甲伊用另外一種方式記錄來。較老輩攏來咧參觀啊，攏會來佫講一個佫較歷史佫較起哩。進前的人是安怎拍拼，安怎做來？哦，你有一個延續性就對啦。你唔才袂講有這個文化斷層啦。行伫較早舊城門邊仔的小路，看到導遊工廠的招牌，拍照蒙牌的材料。這展覽表示，這歷史資料，因唔透過社區的打雜，攏有找出來，佮專工去記錄目前愈來愈少看到的機器。這是屬於傳統行業。我感覺講吼，因為即擺人攏是走醫美較濟啦，無一寡人攏較無愛學。這個物件絕對唔通可惜傳去。有法度甲這個古文物，佮這個在地風情用我出來，安尼真好啊！這展覽表示，希望透過展覽，除了互更較濟人會當來認捌這個所在以外，嘛借着這個商民文化展的機會，增加甲社區長輩的互動，互長輩較早少年拍拼的故事甲功夫，會當用無共的方式繼續來保存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